那个家长就很热心，告诉我们这个讯息，对，然后让我们去联络交通安全的宣导啊，或者是说性别平等的宣导，这样让孩子知道说哪些身体的部位不能碰啊什么的，对，都会在融入在平常的教学。身体哪里不可以给人家摸，都不能给人家摸哈。屁股，绿灯可以打啊，红灯停。爸爸妈妈骑摩托车的时候要怎么样才能出门？戴安全帽。刚才的幼幼班，我们就会先教导他们从红绿灯跟过马路的开始。那其实这些基础都是很简单的。其实到我们现在出社会了之后，还是有看到很多不同年龄层的，都还是有就是违规穿越马路的这个情形发生。那也因此，这就是我们目前在取缔的重点之一。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依婷。为从小建立小朋友的安全及危机意识，台南市政府妇幼警察队及交通大队都会定期到教育机构办理妇幼人身安全及交通安全宣导。红灯停、绿灯行及骑乘机车应佩戴安全帽等交通安全宣导，透过警察叔叔生动的描述方式及有奖征答的方式，让小朋友从做中学，而自己的身体哪些地方不能被触摸等身体自主安全意识也非常重要，让小朋友从小就懂得如何保护自己的身体。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妇幼警察队西警员怎么说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妇幼警察队宣导业务的承办人员戚翠兰。我们每年呢都会主动行文到各级学校，请他们来申请妇幼安全宣导的课程，内容主要有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骚扰防治、儿少保护、儿少性剥削以及人身安全保护等各个项目。如果学校有任何需求，例如性别平等教育、反霸凌或是毒品的话呢，我们也会尽量收集资料，跟各位同学来分享有关于这些毒品防治的观念。我们不只在各级学校，本市的机关或者是社区，我们也都有这个相互配合的动作，希望大家都对于自我保护的观念能够提升，以减少临时遇到状况的时候不知道该如何处置。所以呢，我们从小就会建立小朋友身体的自主权以及身体的界限，让他们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的安全，遇到危险的时候应该如何的应对，以及在校园的部分呢，我们也会提醒各位小朋友有关于校园的治安死角应该如何预防，避免遭受到坏人的危害。因此呢，在这里希望大家都能够从小就注意妇幼安全观念的建立以及自我保护能力的提升。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我是顾家，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新闻。今日有什么重要的消息？透过整理报道，做伙了解。为了解决高屏中卫区周边学生就学的需求，甲跨区就读严重，台南市第一间公立高中小的高屏高中小学总算动工。对此，议员郭清华的关心当地学区划分的问题，希望未来一定要严格审查，保障当地学生拢有机会就读，免搁再跨区。我即马是听着吼，而且我咱请局长，你当市长大家打合起来吼，会证明即马到底是安怎？囡仔教育对老母拢有做用心的，但是刷好前刷好靠老公住里遐。你讲竞争力就不应该，所以这部分我来严格来查，但是对着这个共同学习的部分，这有一个好处，就是讲附近每间高中小就是紧张起来，竞争就比较学生啊留伫伊家己的学校，所以会变做良性竞争，伊会努力要求老师教较好的，要求对学生较专心的，安尼是促成高屏高小。高中小甲附近的高中小来良性竞争，我感觉这样。根据了解，目前高屏高中小学以高中18班、国小24班甲幼稚园2班的规模来规划。对此，议员进一步以解中卫区日后人口成长的趋势，嘛强调一定要超前部署，避免日后校舍教室空间不足，再来烦恼。未来现在到咱中卫区内底，
咱读册吼，咱这学童若是读册吼，若无够学校吼，咱应该是爱搁即个无够教授，咱若有空间吼的教授吼，一定爱搁增加出来。如果若人口数足济吼，一定爱搁定期校舍吼，伫即两个部分啊，是毋是市长你原来会当简单讲一下？社会的成长，所以愈来愈侪囡仔，囡仔嘛是讲父母的钱蹛伫遮，所以若阵校舍供应无够，咱会积极来指导吼，所以莫讲已经逼啊，才开始限制。咱即摆看即摆即个趋势，要迄个咱就提前来甲中央争取来起新校舍。另外，因为教育部要补助各县市兴建全民运动馆，所以这届各区议员拢积极争取。议员郭清华嘛无例外，希望伫安南区设立第一座水上全民运动馆。对此，市长嘛认为相当有发展的特色，乐观其成。台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出身闸门区的议员陈秋红上午总结顺一开始就替下营区无一个防务球场，积极替地方清明。会中具体建议伫文小里运动公园的用地来兴建，希望教育局一定要排除万难，积极向中央来争取。我们在文小2的运动公园里面有一个地方可以做风雨球场的地方，那本席上次也提过了，那我想这个计划案也送了，那我们也我们在向体育处在108年10月28号函复已获得体育署签入。那我想这个案到底还卡在哪里？这个部分在去年关注之后，我们在6月的时候有提报体育署，体育署当然有函复，它是入案。那刚好是在去年底的时候，它没有剩余的经费，所以也没有核定。不过我们在最近也有在提报前瞻 2.0， 因为风雨球场也是在前瞻 2.0 的申请项目里面，所以我们也已经把这个案呢也同时提报上去。接续议员陈秋红嘛为麻豆国中的操场跑道已经破损，开设学生安全，要求教育局一定要尽速更新。对此，教育局长嘛表示将大力优先补助。我们麻豆国中的操场 PU 跑道谈了那么久，看了那么多次，那我想我很肯定，你已经把一些前置的作业的经费拨了下来，是，那我去评估，那我想这个能不能够在明年把它更新完成？因为这是一个很标准的跑道，400公尺的跑道，那我想整个曾文区也才只有这个400公尺跑道，而且很容易造成受伤，那个树根都串起，影响很多市民在里面运动，发生一些小的擦撞啦、小的跌倒。那这个案当然我们目前是先给学校那一些规划会，那10月21的时候，那体育署还有一周还有那个郭委员这边也都到现场去勘察。那据侧面了解，基本上他会把这个案呢，未来会纳入那个优先补助的一个项目，所以应该是蛮有机会。不管风雨球场或者是操场的更新，议员要求教育局一定要主动向中央对总补助的进度和地方交代。台南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议员蔡所取金上午主日顺以帮忙正卡有国际级日头落山的美景，除了要求干部局一定要针对70线道路进行改善。面对大帮忙区将来发展太阳光电，除了渴望成为光电的故乡，嘛进一步要求观光旅局将整个正卡园区进行规划。咱这个区实现的道路，如果能够叫咱如愿交通部有同意，咱市政也没问题咱观光局长，你感觉咱家规划一个园区你有啥物看法？这个区域和云嘉南的风管处是重叠所以阮即摆咧思考就是讲，咱安怎把这个旅游廊带甲串联起来，包含水晶教堂周边的景点，甲做一个就像二则建议安尼，咱来思考下来搁来找中央，搁来做这个研究。另外，议员讲到中原区青昆新的善神岩产，嘛认为这是国际级的景点，希望正式观景台来带动地方的观光商机。这个这样好的物件，咱无遐发觉到，咱既然已经发觉到是毋是地方有建议讲，咱是毋是做一个景观台？这个景观台会当来欣赏所有规个大北门区的美景，所有风景，嘛会当带动地方的商机啦要这个新疆咱青昆新的善行盐田因为咱的盐田的顶端
拄啊有一块30角段3658地号吼，伊是556平方公尺嘛，伊都是一般的农业区的营业用地啦吼。啊，所以这个位置有适当，啊来面积嘛有适合啦吼。我是正面肯定的态度，而且是嘛希望甲中央观光局因来到一个支持咱的计划，就是讲发展北门区的这个观光的点。当然，发展观光khiến游客整个门面的环境一定要加强，所以包括道路切高、交通改善等等。另外嘛，进一步要求北门区门面一定要列入路边专案。对此，教育局长初步预估所需要经费大约500万。等下新闻军自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的社区大学为了让民众伫双11购物节的时阵，莫过度伫网络消费，对去年开始推动111社区旅行日，邀请校员到社区内公园散步。除了熟悉社区公园的植物，也伫社区大学的规划之下，进行了特别的运动。这是由着运动讲师特别设计的，希望让参与的校员拢会使倒来活动身体，同时也享受公园的清幽环境。台南社大希望我们透过运动减少一些环保的议题，还有因为疫情的关系，在居家附近可以有轻旅行的活动，那透过运动让大家出来，那运动只是其中一个主轴而已，我们还有其他瑜伽，还有今天到那个无障碍之家去，算一个知识的小旅行。好，那社大向来一直都是把我们的资源做整合，然后发挥各位讲师的能力，然后给各位民众。这届的活动也特别安排了瑜伽老师传了校园静心、冥想等技巧，希望让参与者会使静心感受到生活当中无同的氛围。今天来最主要是要让大家静心，因为我们在上课堂上都是属于室内的。那今天刚好是在那个公园里面，能够感受树木。那平常我们都是凭空想象，那今天刚好来实体上，我们能够感受到树。那就是有些人就会有不同的体验。那在不同体验当中，我们就回到课堂上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这个里面去沟通。当你在冥想的时候，你有实体跟没有实体，你的感受是怎样，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给我一个很大的感受是一个动态的，因为我们平常我们瑜伽是属于静态的，不是动的那么多。但是有时候我觉得在动态当中能够再静心下来是一个很棒的，然后在动态当中你能够去觉得很快乐，很容易的就能够感受那个快乐的气息。所以今天对我来讲感受就是蛮快乐的，就是一个非常棒的课程。这届的活动也吸引了40位的校员参加，每一个人拢耍了非常的欢喜。社区大学也邀请民众会使离开网络，亲近公园，熟悉社区，感受日常生活无同的风景。但新闻国不易采访不得。让我们和旅行达人面对面，聆听他的所见所闻，同时选择一本好书，陪伴每一趟精彩的旅程。就让我们跟着旅行达人的脚步，一起走入阅读森林吧！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各大电商平台正在为双11推出各种促销的同时，但知名发型连锁米兰时尚较号召111名发型设计师前往南部在一个长照绿色顶机构为长者以及儿童义展。你会有这种活动，是因为米兰时尚的总裁柯汉忠将每当11月11日定为公司义展的活动日，带领企业的员工做伙来关心绿色，希望会当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和社会更多人做伙来做公益。今天大家都知道是那个11购物节嘛，对，然后觉得蛮有意义的是，我们今天不血拼。我们主要是想要发挥自己的爱心去传达给大家，然后主要是帮上老人啊或者是小孩去做一个服务。对，那以往的话，其实去年我们这个时候也有做
11的爱心服务，但是我们老板有说到，就是我们去年那样子的活动，其实是带给设计师蛮有意义的，因为我们自己做起来是会觉得跟其他人是不一样的。真侪阿公阿嬷伫经过设计师修剪头毛了后，变甲更有精神活力，也拢真感谢米兰时尚发型的善心。加水啊，做只小点看，当开讲啊。你爱看小只？哎呦，这大阵来看真老个。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那长辈就是比较少义剪团队进来机构帮那个长辈服务。那今天刚好有米兰团队进来帮长辈义剪，那他们觉得很开心。米兰时尚发型自18年前开始投入义剪服务，为早期一档只有数十场义剪，到现在每档上100场。真侪米兰时尚设计师表示，看到服务对象经过修剪头毛了后，面上满意又搁欢喜的表情，这就是对大家上好的鼓励。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为了让学生伫进入这场进程，加强美容本质学能以及甲人客面对面的沟通能力，台南大学创新育成中心甲精神生机联手成立美容实习商店，11日伫南区大德街141巷49号热力开幕。新兴设计美容实习商店，赞！新兴生技是我们国立台南大学创新育成中心的培育厂商，它进驻在我们学校已经有2年之久了。那这2年来，它也跟许多的劳动部的计划，还有很多学校进行一些产学合作，培养了蛮多的学生。那为了培养学生的第2专长，所以新兴生技他们决定就是在校外，在这个地方再成立这个实习商店，让更多的学生可以来到这里，透过实际的这个经营管理的模式，去理解说未来要经营自己的一个工作坊的一个操作的性质。这次跟我们台南大学育成中心来合作这个经营管理系的课程。那这个管理系的课程就是我们学生学完之后，他有一些现在出去创业要有实务的一些经验那事实上我们现在都没有实体店面的实习，所以说我们想说来跟学校合作呢，让学生他们未来在创业还没出去创业之前呢，先来我们实体商店做实习。那实体商店实习的课程当然蛮多，像客户的咨询还是说行销的一个管理，还有在管理技术上方面，还有客户的服务的工作呢，也是非常重要所以我觉得应该要把这个课程呢用在我们实务上，必须要有实体店面来教育学生，来训练学生他们在职场上能够更顺利，然后在自己自行创业的话，能够在他们的收入上能够让他们多一些增加的收入美容实习商店未来不但当成为学生还是创业的中药，嘛当提供美容咨询的服务，吸引不少爱水的民众到场。就这样就好了。对，它就是直接敷在脸上，然后等它干，然后等它干的时候，因为它就同时兼具一个去角质的一个效果。我用过了会比较嫩。今仔开幕你过来安尼？嘿，今仔我过来看有什么产品会当个入水无？很多的好朋友他在发表的时候，介绍这个好的产品之外，他们都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做。就是面对面最直接的一个就是阐释啦。那今天真的非常高兴看到我们新兴设计公司听到了，已经有听到就是消费者一个心声，所以今天实习商店也就是正式来成立了。那也希望说透过这个实习商店，让更多一些爱漂亮的女孩子能够直接感受到好的产品。除了教导美容学生创业，精神生机也将实施据点申请劳动部失业者技能培训专案，嘛欢迎2度就业妇女以及目前无工课朋友踊跃来询问。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位伫永康区的台南市立图书馆的新总馆，对动土到现在，伊的工程进度持续受到各界的关心。为了确保工程的进度甲内部的顺利，市长杨伟霆伫10号下午文化局长的陪同之下前往视察。会中市长也以了解借册自动化的设备、甲馆内空间以及公共艺术等进度。市长也期待新总馆营运后，会使带动周边的生活品质，甲培养活读的人口。我们希望这个世纪总图从公共建设的这个角度来看，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公共工程。从将来营运提供给市民朋友们的实质功能来讲，也是一个多功能，而且事实上
对于市民的阅读水准跟生活品质有很大的提升。那我们希望说这个部分能够提升市民朋友们将来图书的利用率以及阅读的风气，而且周边是一个重划区，那很多新搬过来的这个市民朋友们，他们都能够享受到这个高品质的服务。我们也希望说，借着它的一个图书的这个新的科技，也可以让稍微比较远一点，不管是住市区、府城区，或者是住在新市这个南科的园区的朋友们，都也能够利用到这个总图。这点是我们希望说，它绝对不是只服务一个地区，那这样的话效能的话就不够了。所以我们很谢谢过去赖前市长，谢谢议会的支持哈，因为这都完全用市款。那我们自己的地，我们自己的经费，我们自己盖出来的。那也希望说它能够成为台南的一个新的地标。除了有看册甲借册等传统图书馆有的功能以外，新总馆也规划了创客教室甲特色册店等等，希望让市民会使拥有亲近这个空间。特色书店，那在我们的4楼，那它也会做一些跟文学跟有关的文学沙龙等等，所以在我们这个空间里面，还是有一些自偿性的一些民间单位会进驻，但是我们的重点是在于说，可以给这个图书馆给它更多的这种所谓的阅读的氛围啊。那另外就是在这个空间里面，其实有很多很棒的公共艺术，来衬托整个空间的这种所谓的阅读的一个气氛啊。所以这一个图书馆其实是一个非常未来性的一个图书馆，让大家在里面可以有很多不同的一个体验，包括所谓的创客的平台，我们有一个创客的一个基地。里面有3D 的这个列表机，有雷射的切割机，有很多的这些设备可以提供给这些有创意的这些工作者，直接就在图书馆，就是你的办公空间，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图书馆。当初积极争取新总馆的市议员林彦石也共同参与这届的视察，伊除了感谢市府的努力，也希望接下来图书馆营运的部分，市府会使努力来经营，让图书馆会使支援日常的开销。其实我认为说，未来的营运的养的这一块，我想在里面的话，有一些内容是可以有收入的。那有收入的话，我想是不用担心到说养的部分。我想这个地方已经够漂亮了，所以说不用担心在养的这个部分。我相信民众大概就是会帮忙在这一个方面，使用者互惠的话，就是说有一些是我需要互惠的，我就必须要互惠。但是一些就是参访的，就是来这里阅读的话，这当然是对市民的一个空间是没钱的。但是有一个很好的，就是说，其实这个地方可以带动到我们全台湾的人来这里参访。为什么？我们很方便，因为我们旁边有一个0.77公顷的停车场用地，将来那个停车场用地开始，因为这里开始营运的时候，这一边的停车场用地也要下去做规划。那未来的游览车都可以在这个地带来，那我们的收入就应该没有问题了。市立图书馆新总馆的工程进度目前已经达到98%，有定伫12月5号的时阵开始试营运，明年的1月2号正式开幕。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今日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我是顾文杰，咱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